你合格啊啦？不过咱啥物话拢还袂讲呢。咱敢有必要对话？安尼讲嘛对啦。后一个，你是咧讲耍笑？安怎？这是一场一级测验，哪有这款瘾头，连一届都唔捌过来测验会场？我本人郭不忠，嘛像安尼来到测验会场啊，若无就因为欠笑。你伫这届测验期间，本体拢无离开过故乡的庄头吼。即马硬生生咧啉下晡茶呢？有影真厉害，连有别路都无看出来讲。你阁真好打，合格啊！后一个。